鸟，小鸟的鸟，鸟字像一只蹲着的鸟。鱼，鲨鱼的鱼，鲤鱼的鱼。鱼字想象成一条鱼，还在水里游来游去。马，骑马的马，骏马的马。马字像一匹马，躺在地上，头向后面望着。龟，乌龟的龟。龟字想象为一只乌龟的样子，乌龟的四只脚缩到乌龟壳里去了，只剩下尾巴露在外边。鼠，老鼠的鼠，田鼠的鼠。鼠字想象成一只老鼠。马，马车。正确，龟，乌龟。正确，鱼，鲤鱼。正确，鼠，老鼠。正确，鸟，小鸟。正确。人，大人、小人，男人、女人的人。人字像一个站立的人。
口，口腔的口，口表示人的嘴，就像人的一张嘴。手，左手右手的手。手字想象成人的一只手，一撇表示那个指头是人的中指。山，高山的山。山字想象成一座大山，这座山由3座山峰组成。田，田野的田。田字像四四方方分割开的田地。鸟，小鸟。正确，鱼，鲤鱼。正确，人，大人。人，大人。正确，口，口渴。口，正确，山，山坡。山，山坡。正确，龟，乌龟。正确，田，田地。田，田地。正确，手，手掌。正确，鼠，老鼠。鼠，老鼠。正确，马，马车。正确。你真棒，得了100分。